讲到中国伫今仔日举行这阅兵的游行，美国总统川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喜，也口说北韩罗西亚讲因筹备计划想要对抗美国。中国这届阅兵呢，有专家是认为讲，这威权的领袖拢出现，是要展现团结来对抗西方。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、俄罗总统普京前后行航坦，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致意。三人则罕见伫中国93阅兵游行顶悬斗阵翕相。无受邀请，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以外，用词也真口说。 川普声祝福习近平主席甲伟大中国人民度过一个伟大永久的庆祝日，请代我向普京甲金正恩致上上诚一个问候。伫恁密谋对付美国的时阵，佫强调美国伫二战期间为帮助中国付出真大资源甲血，希望这美军的奉献应受中国应该会致敬甲纪念。 这摆阅兵包含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等真侪位权威国家领袖拢参加，特别是中国、朝鲜、伊朗四国领袖做伙，和华府战略专家叫做动荡得心的联盟已经形成。这活动展现团结对抗西方国家的意思。路透社分析，北韩领导人顶一摆参加中国阅兵活动是伫1959年，迄时阵是北韩国父金日成参加活动。对金正恩来讲，这摆阅兵是参加过规模上大的多国外交活动，也暗中 提供机会，会扩大外交圈，得到发展协部的稳性支持。特别是这摆到中国，佮带查某囝金主海，这是金主海第一摆访问中国，也是伊第一摆伫国际重要场合出现，佮一摆引起外界认定。北韩未来接班人上可能就是金主海。数十位国际政要。 除了北韩，罗西亚领袖也有贝夫哈萨克、巴基斯坦等领袖代表参加。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原本因为国内示威军甲促销参加，却临时决定无要参示威的动乱，来到北京参加阅兵。另外，印度总理莫迪认为报道，莫迪昨活动目的是庆祝对日抗战胜利，为无要伤害日本，所以甲代表团拢无出现伫阅兵游行的现场。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。